另外电话好，电话读到倒位啊？电话读到讲因要去泉州府就是迄个刘官叫伊甲邀请啦因去到即个泉州府，结果迄个城门已经关啊，所以因就先去一个民家过暝咱就对遮开始读起。好，天光了后，伫真侪显要有地位的市民的陪伴之下，五方的人搁再骑马上路来观看的人袂少。即个人一直咧注意着五方的人，就是真少咧看阮啊，目睭一直银好直直甲阮浸啦伊是外国人嘛徛约了半点钟了后，五方的人来到一间真有规模的即个大宫院头前，伫遐留啊休困一刻钟了后，就去伊阁下的宫廷，应该是官府尔啦毋是啥物宫廷啦宫是皇帝，才叫做宫。去到迄个宫廷以后，五方的人被引带行过几啊富丽堂皇的房间，最后才行到伊阁下的厅堂。伫遐，伊阁下和伊的幕僚盘腿坐伫个西洋的即个坐垫的坐的即个坐垫，要怎讲？坐垫。遗嘱啊好，伊阁下和伊的幕僚盘腿坐伫个西洋的椅子顶。五方的人以因通常的礼仪行礼致敬，并且徛小可站立片时，小徛一阵仔了后，就被命令伫一张小树仔顶头坐落来，因就倾斜坐落来。伊阁下的第二位高官甲一大群人也来坐伫遐，然后伊阁下就问阮五方的人来遮的原因是啥物？五方的人就回答讲，因为有伊的部下和国姓爷的旁船伫交战。伫迄个战斗当中，因的旁船爆炸。阮伫个海上看到有穿长袍的人咧漂流。现在因为即个海贼就是国姓爷，是阮和因的共同的敌人，因此五方无爱看到伊阁下的代志来无不关心。因此五方无爱讲看到伊阁下的代志来，就无关心啦却是爱借着甲伊阁下的部属救起来，并且送转来处理，来诚实表达即种心意。所以呢，要甲即寡人送转去因的国家，就是阮来英灵头前停船的主要原因。现在因为看到伊阁下的下属对五方诚挚的友谊甲善良的对待，阮决定要转去台湾，去甲阮伫遮所接受到的友谊甲亲切的款待，来甲长官阁下讲。伫个青蛇学老当中，还阁婉转来讲，因为无想到讲会来伊阁下当面致意问候，直到真恶找出赠送高赞统治者的礼物来赠送伊阁下，至今收亏，这是亏啊！
有几个字我即嘛做一个查查吼，黑白读啦吼。这个是诚挚，这应该过去捌读过，我所小可有印象啦。字就是字吼，对，生字吼。过来是问候，这个候，听候，但是问候呢，有无好好波。OK， 好是好，就是问候啦吼。好就是有几做车门、望、听候吼、侍候、拜候、事候吼，或者是事后。奇怪，爱用有收即个效音，结果即个本身的音叫无收效吼，时效，但是问候吼，查一下大理大书店。有好，大理大书店有好波，无好，好。伊嘛无收问候即个词吼，有拜候吼。后消息后批是听候的意思啦吼，访问是拜候。好，过来另外一个是小愧，即个愧。愧吼，有愧、泡愧、愧色无地自容，非常的惭愧吼。惭愧，即个惭，个嘛毋知要怎读。惭吼，惭愧，惭愧是文言词啦。好，讲无好物件来送伊吼，至甘羞愧，请求互因当日就会当南下转去。以便尽量较近来航往淡水甲鸡笼。对此，我方的人非常迫切要去遐，要去淡水鸡笼，并且伫上述的任务完成了后，无犹豫，伫台湾的长官一定会真乐意派因伫做军来转来遮吼，来表达愿意协助伊国下去消灭即个可恶的海贼国姓爷，以及伊的即个随从的即个意愿吼，就是因要来表达即个意愿吼。伊阁下听了一寡话了后，就讲伊已经甲我方的人前来处理代志，甲父王就是靖南王殿下讲，所以伊毋敢允准因南下离开。靖南王。
正南王就是景正中吼，这应该是读景吧。耿金忠了吼，景吼。就是迄当阵大明这边的一寡将军行大清嘛，吼啊，封做王就对了吼，其中一个景正中。正南王是管倒位啊？我看嘛，都差不多福建嘛，吼。浙江、福建安尼啦，吼。好，讲已经甲我方的人前来处理代志吼，报告即个正南王殿下，所以呢，伊毋敢允准因南下离开吼，因为这拢迄个。华语说打官腔吼，因必须要去觐见伊殿下吼，就是讲毋是干那来看我，恁着要搁去见即个正南王。那所以即个，荷兰人即嘛吼，已经足急的啊吼，结果搁直甲因签吼，即互我方的人吼，戆影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了啊！这个错是错应该是叫做错吧？错也叫错。不知所措吼，即互我个人戆影到毋知要安怎吼。伊阁下注意到我方个人的表情改变，就叫人甲因讲，毋免料疑，更加毋免为着要去遐来忧虑吼。伊因保证吼，去觐见伊殿下，对荷兰人将有真大的效果。伊殿下也会为着阮的需要，找着安排的人，任何要回头南下意见，拢莫阁提起吼。那安尼，伊阁下也为着互我方的人安心，提议愿意派几啊伊的部属去哈鲁沃阁下遐做任职吼，一直到因转来遮吼。即个提议，我方的人拒绝了，并且讲。因已经清楚而且充分看到，伊阁下所表达的意愿是公正的，而且拢是为着因即方面的因即方来咧设想吼，并且讲因看到伊阁下的状况和我方相像，也看到伊阁下希望尽量较紧来出发上北吼，莫延前的即个态度，所以呢，因愿意遵照伊阁下的意思吼。伊是发号施令，我方的人随就要启程吼。安尼见面讲话了后，我方的人就被几啊宫廷显要的人带去一个设备良好的所在去消遣，并且受到温困的款待。这以后，伊阁下的秘书带一个翻译员来向阮拍招呼。并且以伊阁下的名义来甲我方的人讲，明仔载要爱准备好，要去到父王遐的即个行程吼。我方的人就利用即个机会，请伊以我方迄寡人的名义，请求伊阁下派人去甲因搁再来的上北的行程，甲第一哈鲁阁下讲互知吼。
，David Harwood 就是伫船顶咧等的吼。结果伊个人去互人安尼看咧直说吼，拢无法度转来报告吼，并且命令驻伫海边啊迄个场馆，互我方的人以合理的方法当处理所有的私用品甲新鲜的食物。伊答应愿意照办。阮伫咧交谈的时阵，因若真想要知影我方伫咧佛罗摩萨的状况是安怎，国姓爷的状况又阁是安怎。我方的人感觉到讲，所有即寡因想要知影的代志，毋是即个秘书吼出伫好闲你想要知影的，而是讲颠倒是讲伊奉着伊主人的命令来探寻吼。因此，为着要尽可能，即句意思是讲，因有感受着讲，伊问东问西吼，毋是讲伊家己好闲来恁问啦，是人叫伊来问的啦吼。因此，为着要尽可能来互伊知影较清楚呢，就甲伊讲，先甲伊讲，现在已经有11只船对巴达维亚来遮吼，抑阁另外有10只伫咧日本。又阁问讲，抑阁有偌济大炮踩伫咧城堡甲碉堡。对此回答讲，98到100门大炮。又阁问讲，伫咧佛罗摩萨岛上抑阁偌济兵力，要挖地偌济人。对此回答讲，加上富人人囡仔合计抑阁5000人。又阁问讲，国姓爷大概是率领偌济篷船来到佛罗摩萨。对此回答讲，阮对一个倒来投靠阮即个国姓爷迄边的士兵吼所讲的话来知影讲，国姓爷率领300只篷船含2万人来到遮，但是其中真侪人已经战死，或者是因为其他灾难来死去。安尼来交谈了后，伊就告辞离开。过当日，迄个官家来问阮，是毋是爱因开始启程继续前进？因已经为着即个旅程准备好几道即个特椅啊，要来跟我方的人前进。虽然我方的人讲是希望骑马，不过也会当做即寡特椅啊，互即个苦力吼来跟咧前进吼。因商讨了后，就选择采用特椅啊，所以因就去指示阮如何来做迄寡特椅。做入去特椅了后，有一个公车吼来甲我方的人讲，当地的迄个第二高官调换因去伊遐，去到遐以后，迄个官吏表情严肃，口气真大，对阮迄个翻译员讲，爱细里来跟我方的人甲带头的人吼，伫咧路上以及途中休困的所在，因将会被运群款待。为着即个目的，已经通知沿途所有的城市甲乡村的最高指挥者，也甲因讲关系到基督徒的禁区吼。安尼讲了以后，伊阁下就甲一个有封印的纸包交互我方的人，内面包着要互我方的人伫咧途中消费的开销的一寡银两吼。伫遐小可停留了后，因就告辞真热烈。来含一大群人同齐上路，即寡人有的手举旗帜，有的手举即个龙牙棒吼，狼牙棒吼，抑阁有一阵吹奏各种乐器吼，抑阁有真侪技师吼，就是骑马啦吼，带着随从同齐骑行吼，伊阁下坐伫一顶有野坎会叫有4个人跟咧行，我方的人就安尼跟倒因同齐前进。即一天下晡来到一个城市，叫做沙界。估计距离出发的所在约有7里，伊写7里，但是写53公里吼。即个里毋知啥物里吼，遮尔长。吼，讲估计出发的所在有离出发的所在有7里路，伫一间看起来专门是为着显耀人物上北甲南下
所设置的真大间、真壮观的厝呢，经过半点钟的欢迎接待，双方客气交谈一番接受因的款待啉茶。迄时真侪有地位的人来探望我方的人，讲真侪表面又搁一个仰慕的话来恭维因，讲一寡543的他们拉咧即个城市根据我方的人所会当看到，已经真老、真旧真破。无啥物珍贵的物件，也无富裕，但是有各种看起来若像是专业手工，但是真简单装置真简单的即个商店迄时我方的人接到报，当地最高指挥者咧听候因，所以就随去伊致意问候。互相聊交谈了后，我方的人就伊识别出来，去一个有树的所在聊休困。伫遐看到一个石碑，顶面有几个人名是用葡萄牙文写的。即个所属的年份是1661年。我方的人就问迄个带路的人，迄个石碑顶所写的内容是啥物？伊回答讲，即寡葡萄牙人遭遇船难。丧失了一切物件，伊殿下就是情难王，就将因送去江东。下晡4点的时阵，我方的人来到一个名叫做丰城的城堡，距离上述迄个所在就是站伫遐过暝迄个所在，约了差不多7-8里路，拄则7里，即嘛个7-8里。伫遐聊停留了后，我方迄寡人就要求启程继续赶路，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袂当启程，因为头前必须要经过一座大树林，遐内面有真侪虎甲其他的野兽，也有各式的强盗啦就是土匪啦。伫迄个夜间坐小船渡往遐，看到有游击可乘，就是看到若有啥物机会，就要出来抢劫杀人因此，我方的人就决定迄暗要踮遐过暝。迄个小城堡非常的老，非常的旧甲破但是有真侪军人驻守伫遐。遐是有大炮，但是拢无踩伫城堡的灵堡顶头，因伫迄寡形枪贴真侪砖仔甲石头用来防卫啦我摕一寡水来啉，看一下时间，32分。OK， 吃一个熬汤。好，一个天光，我方的人就又搁启程上路，行8里路来到一个叫做兴华的城市。当地指挥官得报，因已经到位的消息，就派人去问因讲，因是希望由伊去访问因呢，也是希望因来访问伊。这个伊是啥物人毋知对此呢，因认为讲应该由因去访问伊，这应该是情难忘我方的人出发去伊遐的途中，拄到伊的第二高官骑马过来，有一支花盖，
骑伫咧伊诶头壳顶，即个人是看到吴方诶人随对马顶头落来，和其他诶人同齐指挥官诶厝行去。伫咧迄个厝诶头前，一队武装士兵徛伫遐，因当中你赢啦吼，赢即个应该是讲赢吧，炫耀吼。我查一下吼 ，IANN 第7条。赢米，无即个意思。IANN 第7条，赢目真显，赢目吼。另外一个赢就做讲赢风赢来赢去赢机啊吼，迄个赢吼，赢虎神吼，背就对了吼。所以这赢有两个意思，但是应该是无共两字汉字吼，所以完全无共意思吼。一个是那个会风迄个赢吼，一个是赢目吼。我来查这赢目的日文版的安怎写？赢目。好，赢目是 hito no me o hiku， hito no me o hiku， 显眼嘛，我也是用 Google 翻译一下。日文。日文输入法。人の目を引く。吸引人的注意力吼，就是赢目嘛吼。赢目，但是炫耀伊并无。规说讲哦，炫耀是叫做赢，所以炫耀要怎讲呢？等下我赢，我用这个 wild card，wild card 赢。赢是形容味正味的词，赢杯哦，就是讲拄则迄个，无呢。好，我另外我较放后面，赢目。赢米赢，拢无。好，我找台语一个，炫耀，对应中文炫耀。电 ，amber 是讲电啊。电对，电本书吼，电家己有学问吼，电 ，OK， 就是电吼。但是伫遮讲，因当中，你伫即遮有个无介适合吼，安尼讲炫耀四根贵重的旗帜吼，电四支旗帜，四支真贵重的旗帜。好 ，OK， 好啦，
伫迄个，咱继续看吼，转来日记者讲，伫迄间厝吼，就是迄个指挥官的厝吼。头前一队武装士兵徛伫遐咧点因4支贵重的旗帜，5方的人伫遐吼，会静听听候无偌久，伊阁下就出来欢迎因。伫咧款待因的时阵，伫你国大谈一些不相干的往事和道理。我这是要他讲，一时要翻这个状况啊，翻不出来啊。伫遐咧高谈阔论吼，伫遐咧碰风就对了吼，伫遐咧操弹一寡无完全无相干的即个往事甲道理吼，踮遐咧碰风吼。安尼讲一阵啊，讲一站啊吼，安尼来讲一站，踮遐碰风一站啊了后，5方的人就请求识别吼，踮遐即你啊，真正是吼，会当完全会当理解讲，荷兰人即嘛当你心内当你着急，结果拄着即寡人踮遐讲一寡543吼，甲因啊当做戆啊安尼牵来踅去吼，啊乌龙蛇道5方人就请求识别，并且感谢会当得享伊最高指挥官的招待，所以呢，就军岛迄个第2个高官去因吼，去因住的所在吼，即个城市也已经相当破烂吼，伫遐嘛无啥物生意咧交易吼。5方的人伫遮吼受到良好的款待，并且被安排过暝吼。过长日早起真有礼貌来告辞。即天要暗的时阵，来到一个叫做上境的即个庄头吼。即个汉字早一下，所以上境吼，境是碎条路吼，就是即个境要哪里呢？讲我直播嘛是会使啦吼。经过迄个井吼，经过甲迄个密离瓶摕走，用即个走离瓶吼。好，来到即个庄头叫做上境吼。当地最高指挥官因为破病在床，所以派人送一寡食物来互5方的人食。即暗就踮咧食过暝。即个乡村有一个碉堡，但是无讲介坚固。等下我来看一下兴化是说啥物所在。兴化敢若是伫浙江啦吼。顶头即个正南王接待因的所在叫做兴化。兴化市伫咧江苏南京的东北边吼，所以因无怪因遐行遮侪工嘛，因为已经行到即个南京佫较起哩啊吼。你若佫小可佫行较起哩，就已经要到山东啊。我今仔日看了一篇文章，拄好看了这个地名叫做宿迁吼，即个宿舍迄个宿吼，迁是迁移迁徙迄个迁啊，宿迁市。即马才看，拄好看了这个地名，看了这地名是安尼啦，就是我嘛袂记我是伫咧 Facebook 还是伫咧做顶头看了一人写一篇文章讲，迄个啥？朱天心、朱天文因老爸叫做朱世宁啦吼。朱世宁伊是即个人吼，即个应该算江苏嘛，江苏宿迁市的人。结果呢，伊毋知是听啥物人讲，因祖先较早是对山东来吼，所以说虽然讲伊本身是伫咧宿迁出世吼，伊就讲，但是伊拢自称讲家己是山东人。宿迁呢，都拢无讲起就对了吼。
因为山东就是宿迁是小所在，大家毋捌听过嘛，我嘛毋捌听，我今仔听到就知影，拄即嘛佫看着吼。啊，山东因为孔子讲都伫山东人嘛吼，所以就认为讲家己山东人较高级吼。迄个人写迄篇啦，讲即寡姓氏因即个祖姓即家口啊吼，后来比如讲因迄个，你嘛知影因即嘛。因的后一群的拢其实伫台湾大汉的嘛吼，佮较少年的是台湾出世吼，一个敢若伫宜兰啥吼，姓嘉吼，敢若因先生姓嘉，谢啦吼，但是拢讲伊是山东人吼，自称山东人吼，即个人吼都是安尼吼。好啦，讲到遮，转来伫遮吼，即篇啊读遮久读袂了。兴化过来一个所在，第二讲因一个过暝了，第二讲即个所在，即个砖头叫做上境吼。我查者上境是啥物所在啊？上晋吼，大相径庭迄个径吼，上境。上境，即个上境应该毋是，因为即个上境已经是福州以南嘛吼，已经要到莆田。毋是，无。好，无上境即个所在。好，即暗伫要暗的时阵来到一个叫做上境的砖头长地做个酒馆破边仔村吼。即暗着踮遮过暝吼。即个砖头有一个碉堡，但是无讲盖用，也无士兵来驻守，只敢若有伫个国姓爷的人或者是其他敌人来攻击的时阵，才会派士兵来驻守。有人来攻击的时阵，因就会甲警讯吼。传报各处知影，就像伫个各处拢咧观察因，到因有为着即个目的来设的迄寡设施安尼。天光了后，5方的人就离开遮。哦，行遮远了吼，遮艰苦。5方人就离开遮，经过真侪砖头，也行过真侪吼，种甲真水的即个真肥的即个农地。行到下晡，就来到一个叫做 Hokeria 的城市吼。即个城市西那人称作福清。我搁查一下福清啥物所在。福清已经是福州市遮吼。所以咱进行讲伊伫个啥物湾啊？才袂记因是对做开始行去，我才袂记泉州遐。对，因对泉州开始行去吼。所以即个福清伫个福州市的南边吼，所以已经行到遮吼。算骹手，我那算诚紧吼，行遮远哦。那2-3工就有法度行遮远，行遮紧啊咧。好，继续。伫遮就是福清遮吼，5方的人被带入去一个市民的厝内，就民家啦吼，伫遐休困。无含当地的首长见面交谈。就要求带路的人尽量较紧离开，吼，尽量继续赶路。因为听讲，若是到阴暗会当加行2-3里路，明仔载起就会当到省会，吼。省会是啥物所在？福州哦，还是泉州？就安尼，5方的人伫个即暗，伫个差8-9点中间来到一个小砖头，伫遐过暝。天光了后，5方的人继续赶路。
约落伫中岛来到一条老注大海的河流的边仔，伫遐换一只船，换做一只船，遐距离省会福州约5里半的路程。所以拄则迄个福清吼，嘛毋是咱即马看，我即马看咧福清啦吼，因为因个行差不多2工才行到福州嘛，所以无可能吼。也毋知啥物所在啦，歹势啦，古早名含即马名斗袂起来吼。所以无可能啦，我嘛想讲无可能行遮紧啦，2工随对即个对南京遐行到即个福州来吼，这才有偌远啊。直线距离就差不多已经差不多500英里啊，差700-800公里的呢，无可能行遮紧啊。好啊，所以呢，伫遐换一只船吼，啊，来到距离省会福州约了5里半的所在，渡过迄条河了后，要暗嘛就来到即个城市。即个城市就是福州吼，伫咧山坡顶有真坚固的城墙围咧，伫咧迄个入口的城墙内面，两边各起有一个小碉堡，即个市郊范围真大。伫遐有一条真直的即个街路吼，路的两边有真侪人，伫迄个城市的头前有一板桥吼。下个上述的迄条河流，有560只舰船停伫遐的即个海流诶潮流顶头。这潮流是指啥？福州。这应该毋是海流啦，无可能。福州是较内陆嘛吼，福州无挖海边啊吼。但是有2条河经过即个福州，南边一条较大条，中央福州市的中央有一条叫叫做啥物江啊？大江哟，叫做万啊吼，万江吼，福州市吼对西北甲东南安尼规切过吼，即叫做万江。啊，南边即条较大条叫做乌龙江吼。万江甲乌龙江其实伫咧福州的西北边遮已经搁夹做伙，夹做一条了吼。好，啊有560只舰船吼。停伫即个江顶头吼，即寡舰船已经准备好势，要含一支强大的舰队汇合去攻占厦门甲金门。即寡船吼，拢必须要顺河流吼离下，才会当出海。估计即段要出海的内河航程约略是10里到11里，可见船只会当安全进入即个河流，真完全无困难来到即个福州吼，所以即个河流算真深啦吼，我都接船会来接水。即个河流，所以伊即2条江吼，伫咧福州的西北边分切吼。分开了后，搁伫咧东南边，福州的东南边遮又搁夹做伙吼，这只叫做马尾吼，马尾吼，马尾镇吼，然后才往东北吼，伫咧马尾遮往东北吼，往东北流去才出海，这无熟啦吼，我嘛毋捌去过，嘛毋捌研究过吼。出海就是出海，往东边看过去吼，就是连江县，就是马祖啦吼。所以北边是马祖岛，北边两粒岛，北竿甲
即个南竿啊，因是叫干啊竿，应该是竿吧。但是我敢若印象中，我听因讲北竿、南竿吼。啊，南平一个莒光岛吼，即较早你若做兵伫外岛，有可能就要来去食。所以因这食是即个马祖是含福州较近嘛，所以因这食其实无讲闽南话吼，就是讲因这食毋是讲闽南话，是讲毋是讲好咯，是讲福州话吼。福州话就听无啊吼，咱福州话其实佫是另外一种语言啊吼，含咱即摆咧讲的即个台语吼，其实是完全无共啊。你听你完全毋知你讲啥吼。我有时会拄着一寡福州人吼，我因讲啥我都听无吼。福州挂的，就是伫美国遮，因福州挂拢咧开即种快餐店，就是迄种take out，互你点即个 Chinese food 炸造即种的。因迄种福州帮的，读到倒位啊？好，来，讲即个建准吼，伫遮组织吼，已经准备要去拍下门吼。五方的人因暗伫即个城市过暝，天光了后，留啊听候，总算吼核准过时离去。并且受到即个城市的父王所写的一张有封起来的批，爱因转交予台湾的长官归议。即张批吼，即张批是收录伫个人野生日子663、664。我等下看会对袂？即个父王送予五方的人，每人一领用粗缎所制造的即个塔坦人的外袍。伫五方的人去见伊的时阵，必须要穿即个外袍。了后，伊就互人甲即个伊的即个查甫囡仔吼，即个囡仔吼，带来五方的人面头前，因就赠送规啊西班牙的即个棍角啊，互迄个查甫囡仔，并且规说讲，请毋通看即寡棍的价值，这只是比较适合的场合，互五方的人来表达因所受到多方面的温存款待的感谢甲思念的心意尔。吼，就是无啥价值啦，但是吼是阮的心意。伊阁下也因为伊的查甫囡仔受到即个礼物来表示谢意。这以后，因着势必转去大的所在，伫遐有真侪好闲的人要来观看五方的人收到什么礼物。现在五方的人已经收到伊殿下写予长官跪一阁下的批，因心中所想的，就只敢若想要紧南下转去，紧赶转去，望因转去的即个哈图国下当面来详细报告，但是却一定要等到过长日吼，无等袂使吼，袂当启程南下吼，硬阁互因加留一暗吼。所以呢，只好耐心又搁等遐过暝。即个城市看起来真大吼，真美丽，而且真可爱，有非常侪人，也有卖各种的商品。非常精美的商店有卖各种商品的非常精美的商店。而迄寡珍贵的商品拢藏伫店面的后壁吼。伊殿下的宫廷起到真分散，不过却拢布置了非常贵重高雅，有真侪技师甲步兵伫咧周围。宫廷里有一条平坦的道路通往各处，迄条道路非常的水，也衣绣甲真好。过长日早起，五方的人就启程上路，经过一个大的乡村，也行过一条长的石头起的即个桥，一班桥啦吼。要暗仔来到迄个城市叫做泉州府，因到位
甲当地最高指挥官通知了后，因就被带去伊国下遐。去遐致敬了后，就被带去因要住的所在。但是途中就搁听见讲，海边城市英灵的迄个长官，伊看到我方的人，就因拍招呼，甲因讲，哈罗国下亲自去找过伊，因为因伫外口逗留遮尔久，互伊真烦恼，毋知要安怎，因毋知是安怎想吼。不过伊已经互伊国下抱着良好的希望，为此伊专程上北来查询因的状况。因为已经看到因，所以呢，伊将会伫咧明仔载和我方的人同齐转去海边啊。即天早起，此地海防官来甲我方的人讲，希望我方的人和伊去即个城市的指挥官阁下示行，所以就跟倒伊去，看到即个人住伫即个城市无留一间大厝呢。即间厝也当作是议事厅来咧使用。我伫即间厝的所在有起一个小灵堡，伫遐有采两门发射三磅炮的大炮。我方的人进入迄个厝的楼顶一间大厅了后，看到迄个长官以及伊全部的幕僚拢坐伫遐，伫咧通常的问候致意了后，伊阁下就赠送我方的人两面小圆盘，伫迄块圆盘顶用踢毯文雕刻着伊的名。伊讲，因为伊是第一个踏上迄个土地的荷兰人，所以赠送迄块圆盘来表达敬意。安尼了后，我方迄寡人就跟倒迄个海防官离开遐，去因所住的所在，接受着因按照当地风俗丰富的款待。这了后，我方迄寡人就启程上路，伫暗时来到英灵市内，伫遐看到迄只快艇哈索号犹阁停伫遐。我读袂了，无想到讲即篇竟然读3工。好，看到因的哈索号停伫遐啦吼。好，所以呢，后壁阁有因毋是有炸一张批吼，迄张批等下后壁就会讲起来对写啥物。咱明仔载再阁继续吼。对即个因来到英灵遮吼，来读起吼。这真辛苦安尼，互因安尼。装笑的，我感觉因迄是装笑的。我看有啥物？无笔记啦吼。今仔日其实是无啥物内容，就是互因带咧直行安尼吼。佫会记得讲，咱较早咧读荷兰人吼，因我印象中有一道吼，有几工吼，就是讲荷兰因派一支军队吼，差不多100-200人，我袂记偌侪人啊吼。啊，对，敢若是国人还是对金瓜石遐吼，用行吼行军啊，行到即个淡水，行到即个，我佫会记得因行到南坎，啊，佫对南坎安怎行到德参，就是德参吼，德参社，啊，再佫往南行安尼吼。好，我为虾米讲起这个？因为我即阵转去，我想要去行一下因为迄啥东港大桥开通啊嘛，所以我会去遐行看看吼，捌你啥，去遐食一下空酒饭吼。好，我来开房吼，感谢。多谢阿关，多谢大家。